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刘应叶牧师。6月17日，依然爱我。今天的经文要读路得记2章21到23节。我们祷告的经文记载在罗马书15章13节。愿上帝就是那希望的泉源，因着你们对他的信心，让你们充满各样喜乐、平安，使你们的希望借着圣灵的能力不断增加。我们是否在夜深人静的时分，扪心自问，赫然自觉自己是何等的软弱？这时候请不要惧怕，也无需掩藏，就让来自上帝的喜乐与盼望成为你软弱中的力量。你或许说，等一下，应叶牧师，我有疑问，既然软弱，怎谈得上力量呢？这太吊诡了吧，不合逻辑的。对，上帝不可思议的爱就是不合逻辑，但他就是爱。我们凭借的是我们有信心吗？我们对这位上帝有信心吗？他不可思议的爱要带给我们的就是盼望与喜乐。因为盼望与喜乐如果没有信心，那么是感受不到的。今天我们的经文讲到了路得，她说跟她的婆婆来报告一天下来她所经历的事情。她说她还叫我跟在她工人后面捡麦穗，直到收割完毕。拿美对路得说，是啊，女儿，你最好在波阿斯的田里跟女工一起，要是你到别人的田里去，恐怕会被欺负。于是路得跟女工一起捡麦穗，一直到大麦小麦都收割完毕，路得继续跟婆婆住在一起。短短的3节，但那时间差段落却可能有了4到6个礼拜，甚至8个礼拜。因为我们看到23节说到，从大麦小麦都收割完毕。本来一天闪闪发亮的路得，第一天跟婆婆说，容我去田里。那时拿美她的路得的婆婆就说，你去吧。但那时候她并没有来指引，并没有来提醒说，你去到田里恐怕会被欺负哦。但这时候的拿美真的是醒过来了。从昨天我们看到她整个好像回转了，及时的回转。那么她命运要改变了吗？因为及时回转，上帝有给我们应许，我们只要愿意回转，神是信实的，他要赦免我们的罪，要除去我们的不义。于是从那一天的一开始出门，路得出门到回来，最后听到路得的报告，拿米对路得说，你要注意哦，你就只好要待在波阿斯的田哦，不然你会让波阿斯误会，好像他对待我们不够好，会让人误会人对我们的好，我们要感恩的心，然后还会提醒不要到别的田，因为恐怕会被欺负。亲爱弟兄姐妹，人的心的改变真的很快，因为我们好像看到了这位资深的寡妇拿美，她
看到了曙光。他看到，对呀，这个波阿斯他应该是要负责的，他是我先生家里面的亲戚，他应该有义务照顾我们的。昨天的经文最后，他还向路德解释说，那个人是我们的至亲哦，有义务照顾我们哦。所以今天继续他接着说，所以你不要到别的田地去哦，会被别人来欺负。那么他心中有一个闪闪发亮的盼望闪过去。是不是命运就翻转不是一时而已呢？但我们看到拿俄米这么想的时候，一天过去，2天过去，1周过去，2周、3周、4周，甚至5周、6周，大麦小麦都收割完毕了。怎么这位上帝还静悄悄的啊？心中真的不能明白呀。主，你的应许不是要让我们一生蒙福吗？这是你的应许啊，真的是不明白，何以苦难一直在我们的生命中？主啊，为何你不把它挪去？在慢慢的长夜无尽中，有时候真的不知道我还要祷告多久，我还要如何继续祷告。亲爱圣灵，恳求你来提升我，刚强我里面的力量。当黑夜没有尽头时，我相信主你依然爱我，给我力量，即便此时我的软弱非常软弱，但我在软弱中的力量是你的力量，不是我的力量。我在绝望中那个曙光，那个盼望，不是我能看见，但我如果有信心，对主你有信心，你要让我看见，你要让我有盼望，看见光明就在不远的前方，即便我肉眼看不见，但我信心的眼光可以看见。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，也将我们的软弱好不好交在神的面前。我们或许可以来思考默想，一生蒙福的应许是神答应给我们，那是说好给我们的，那就信吧。你愿意吗？此时的软弱，自己的软弱，就让主来带领你吧。愿意吗？就靠在上帝的身上吧，依然爱我。有时候我不明白，为何苦难在生命中，为何你不将它挪去？漫漫长夜无际，有时候我不知道还要如何继续祷告，亲爱神灵就来提升我，刚强我里面能力。当黑夜没有尽头，我相信你依然爱我，给我力量，给我盼望，看见光明
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在我们最软弱，在此时天色最黑暗时，主，我们等候许久，或许是不止3个月，我们或许3年、30年，但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给我们一生蒙福的应许，你从来没有爽约过，你也不是找我们麻烦，而是主啊，你就是爱我们。主啊，或许有时候我们真的是没有信心，我们软弱，但亲爱的圣灵，谢谢你成为我们的力量，成为我们软弱中的力量，绝望中的盼望。谢谢你给我们勇气跟力气。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音乐牧师祝福您，今天我们就活出神的勇气跟力气。我们今天整天都会喜乐，而且满有盼望。我们明天见。